第4章，最早期的大师比瓦巴和萨迦班智达。根据最初的记载，多杰雄登曾转世为印度的84位大成就者之一比瓦巴。大成就者比瓦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他以传授渊博的知识及拥有展现许多奇迹的能力著称。他甚至能够阻止太阳西下。白天，他学习和禅修经典教义；晚上，他则修习更高深的法门。看，那个比瓦巴，他竟胆敢带女人回到寺院来，这实在太丢脸了。我们应该叫他离开。比瓦巴的意思为坏人。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，是因为那兰陀寺的某些僧人误以为比瓦巴与女人胡混。事实上，那是金刚瑜伽母及跟随着他的空行母们。哦，伟大的大乐佛、金刚瑜伽母及随从们，您们的光临真是我无上的福分啊！后来，比瓦巴转世为西藏西部萨迦派的高僧夏谦贡嘎坚赞，更多人称他为萨迦班智达。萨迦班智达自年少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，他声名远播，连中国皇帝都对他心生信念，继而对佛法产生信心。后来，萨迦班智达转世为布顿仁钦族，生于西藏西部地区。在孩童时期，他就已经能够与文殊菩萨对话，无论是言谈或举止，布顿仁钦族无不显示他拥有圆满证悟者的慈悲心和菩提心。他专注于佛法开示和著书，并将经文从梵文翻译成藏文。此外，他还写了26集有关佛法的论著，甘珠尔、佛陀法语、丹珠尔对佛陀法语的注解。